今日嚟到1月13號星期二，點樣呢？好，首先嚟到我哋嘅100日都係100日發財卡，好，咁你抽個紫色先，就呢張不買洗面巾、毛巾、竹錦、更油圓15蚊，即係我哋儲20蚊，20蚊兩張20。好，咁今日嘅100日就完成啦，我哋就儲3本小卡，揾一張發卡先，蠟筆小新呢就呢兩個，掛一個先，掛一個先，得40蚊，好似可以接受喎。70蚊 ，Oh my god！ 好，咁就110蚊。哇，攞110蚊出嚟先，20。呢個冇錢就我哋40蚊，我哋揀個60啦，呢度做60。30蚊，最後20蚊，20蚊呢度。今日嘅3本小額大卡都完成埋啦，咁我哋聽日再見，拜拜。